韩福喜来咧，我係 Rita 玉天，人生像戲像人生哦，人人行業角色來體驗冇同樣嘅人生百態哦。時常大本佢自己嘅生命有前度嘅啟發，我相信未大本觀眾朋友前度嘅想象空間。今日喺節目當中呢，邀請到一隻劇團，佢當特別到按到虎狗劇場。今日喺節目當中係呢個劇場兩個人本嘅人物，你實實嚟分享佢哋。兩位好，大家好，我係子玲，我是烏犬劇場的藝術總監。大家好，我係邵軍。你係劇團嘅烏犬劇場的團長。哦，分享兩位。你家下同子玲嘅客位。讓我強樣，學了強，講到印象。呢一屆呢，邵軍係團長哦，佢頭先講佢嘅名啊，講到以後哦，不過是按有到緊張，因為其實今日咧講下，當為咗呢節目來學，歡迎掌聲。兩屆係太好嘅同學哈。嗯，對，你們都是念心理系。心理系的。好，福音太好嘅心理呢，不過讓我從心理呢轉變來到做戲。在戲劇圈呢，我都會說是一個召喚呢，因為心理學就是研究人的一門學問嘛。那我在大學的時候就覺得，只有心理學來看人是不夠的，然後就有一個聲音一直告訴我說，也許劇場是我要去的世界。所以從大5的時候，我就開始技術性的延畢，然後就一邊走劇場那樣子。所以佢大本以前都喺呢一做啲看到，可能都冇強樣嘅眼線係啊。咁邵軍呢，有冇聽兩意思戲咧呢？這是愛相隨，對不對？你兩曬係兩公婆感情動不完全啦，但也是因為他，然後就接觸到，然後也是後來遇到了蔡氏劇團，然後就跟着蔡氏劇團的鍾老師就進到這個圈子裡面，然後也發現蠻好玩的。就一起跟他，就是一起在做這件事情。我知道在進劇場之前，你本來是在做跟兒童相關的活動這些，所以跟孩子很多的接觸。對，也算是蠻多，但主要還是在做幕後。所以你行呢度兩沙，要嚟屬於呢度自家從寶貝劇場虎狗劇場哦，哪時開始決定而創立嘅？那個時候是幾年啊？2011年的時候，因為我們本來是在一個做兒童派對的商業的公司工作，然後他是正職，做比較多幕後行政的工作這樣，然後我的工作比較是偶爾進到辦公室，因為我不太能坐辦公室的人這樣，其他也不行啦。然後那個時候我進去，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兒童派對很特別，是我們會帶一整個小的劇場到兒童的家裡面去為他慶生。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去也是做編導跟演員的工作，這樣子。那後來離開那個兒童派對的劇團，我們就覺得，我們還是想要繼續做劇場。然後我自己比較做的不是兒童劇，但是我們對於兒童藝術教育很有興趣，想說如果我們自己有一個劇團的話，我們可以更自由的決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哇，所以是開始嘞。所以兩個主要是負責了幾家劇場，所以你是導演，你是藝術總監，在創意發想的部分。跟邵軍其實係所有的行政、對外的公關都是他來處理，就此外的事情全部都他做，蠻辛苦。編劇也是他，哇，他很多工。所以兩三年合作都很好。但是當初為什麼有個想法叫做烏犬呢？烏犬劇場，兩百年來了不給我名呢？其實我們都有兩個說法，就是一個是大家有注意到台灣的黑狗很多嗎？就無論是山上或者海邊，其他的顏色也是很多的，但是你往山上越開，你就會發現其他顏色的狗狗都不見了，只剩下黑狗。很多人就會說啊，台灣土狗，土狗哦，木色的狗，對，黑狗是非常多的，而且它生命力是很強盛的，到哪裡都可以生存。所以對於我跟邵軍就覺得，就好像台灣的人一樣，你會覺得人有的時候一眼望去，茫茫人海裡面每個人都看起來都很像，好像每個人都一樣一樣，但就好像黑狗，你要怎麼辨認他們的不同，你就只能看進他們的眼睛。你要從眼神去辨認每一隻狗，哪一隻狗是哪一隻狗，它們都是獨特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取乌犬剧场，我们的戏在说人的故事，是要很细致的去看进人的眼睛、人的灵魂、人在社会上的位置，才能去辨认每个人的不同。哇，真講到深度咧。另外呢，講到狗吼，當然讓你的生命的故事有關。你們真的有一隻黑色的狗？曾經有，大學大幾的時候？那時候大4哦，已經大4了嗎？大4你們就一起養狗了？沒有，那個時候還不是班隊，還沒在一起。那個時候就是我們兩個好像在不同的地方吧。對，是他打電話說一通電話，說一隻狗出車禍了，路上的流浪狗，然後就我們有一個朋友啦，我們有一個朋友就突然打給我，就說他遇到一件事，他說路上遇到了一隻車禍的狗狗，那隻狗狗才6個月哦，就是幼犬，小 baby， 然後他車禍是他腹腔的器官全部被撞到胸腔，橫膈膜破掉，橫膈膜沒有，橫膈膜沒有，是啊，橫膈膜破掉，然後連骨盆腔都裂開，很好慘哦，很慘，然後所以我們大學同學幾個人就大家募款啊、集資啊，把積蓄全部拿出來，讓狗狗去開刀。然後因為那個手術太辛苦了，又是這麼小的狗狗，它到開刀到中途的時候，它一度心跳停止，然後我們都以為它會不行，可是後來活過來了，也沒事情，醫生都說這個它是一個奇蹟，但是呢，它康復過後幾個月啊，全溫熱，大概半年，因為後來就是有動手術嘛，然後3個地方動，然後好了之後半年之後又得了卷溫熱。哇！對，然後那時候狗狗的絕症，對啊，那時候都養在我的宿舍，所以就跟他就是一起生活這樣。但是後來得了卷溫熱之後又開始。犬溫熱就是那種醫生會說沒有要救了，你就只能每天把它抱在懷裡，跟他說沒事沒事，你會好，這是唯一的解藥。但他後來又好了，是一隻生命力非常旺盛的狗狗。對啊，他現在雖然不在我們身邊啦，他少軍送他到南部去，後來他失蹤了。原本養得好好，2年之後突然不見。可能佢交新嘅朋友，我們是這樣想。朋友係優先班學嘅。係啊，我哋英雄啊。係哈，所以我想你哋按照武狗劇場哈，有一隻當強烈嘅表態嚟講，你哋當堅強嘅意志力，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有很堅強的意志，想去做你哋想嘅達到嘅目標係啊。哇！所以你哋做嘅前度事情包含講，還有藝術教育啊，要做當道嘅計劃啊，哈！我相信有前度嘅觀眾朋友，可能你也看到節目講啊，就是子琳老師，就是少君老師，因為佢哋還有落到學校地度，韓國攞前度嘅單位來合作，來實現佢哋對生命、對人嘅想法咯。等下呢，你下會繼續來分享，到底教育係乜嘅哈？等下記得為了講，記得有一家藝術教育的計劃，對不對？那這個計劃呢，先透露一下，你們希望傳達什麼？其實我們做藝術教育到現在大概9年左右，然後我們也接觸了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青少年等等，然後我們覺得，其實現在的小朋友會有一個狀況是，大家的世界很小。然後世界小不代表的說，出國世界就變大，不是這樣。小的意思是說，這也是台灣的風氣，就每個孩子越來越跟自己同質性高的人一塊，就連父母有時候都會這樣想，就希望我的小孩只跟哪一群小孩玩，所以小孩自己也會這樣想，小孩自己在班上，譬如班上20幾個人，他們可能就很強烈的會表態說，我只跟這群孩子相處，希望物以類聚，希望物以類聚。但這就是我們覺得孩子的世界少的一個原因，因為，你看成人的世界也是這樣。譬如說，這世界上是有無家可歸的人的，是有經濟再怎麼樣都很難好轉的人的，是有遭遇過一些很大的傷害，然後以至於精神可能會有些狀況的人的，但是。對於我們平常的生活，它好像平行世界一樣，我們也在物以類聚，好像那些人跟我們在同個世界，但是好像看不到。哇，所以我們希望透過藝術教育，可以讓孩子們跨出自己小小的世界，可以跟身邊不同的世界產生連結，讓自己的世界可以打開。
系哈，系我相信家下子林头人安讲哦，佢表达出佢哋想会做到嘅事情。等下转来呢，你谈佢哋到底用扮演实际来做，佢哋看到乜嘅，發覺到乜嘅呢？請大家聊一下，繼續進到福氣來了。这个学期，我们增加了许多直觉式的肢体课程。孩子透过想象不同的情境，譬如说在火山口走路，变成台风眼等等，更和其他的孩子有肢体的互动。透过接触其他人的身体，彼此的心也更靠近了。神奇的是，孩子开始更信任、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也对别人更有包容力。于是，渐渐能够打开一个更宽、更广的世界。让我们带着这些故事去旅行，看看会遇上怎么样的风景吧。哇，你的听人故事是厉害哦！刚才大家看到样片预期的当电影什么，韩国当好搞笑么？你咪希望讲，你生活当中做得都用冇强用的想象力去创造很多美好的事物的。今日伫节目当中，武教剧场的两个灵魂人物，团长啦艺术总监来到现场，来让大家分享佢哋嘅故事哦。两位好，你好，大家好。刚刚看到了样片，我是觉得我也好想当那个孩子，我也想天天这样子，透过游戏、透过玩乐的方式哦，我觉得它可以触发很多我们内在的思考也好。你都有一家艺术教育的计划，你要教教育的计划，你下台天年龄层系乜嘅？大概都是3年级到5年级这中间，常态的话是这样年龄层。为什么会这样定这个年龄层？其实我们也有带小学1、2年级的，但是1、2年级我们发现需要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小朋友的成长阶段会有所不同，所以3年级开始他们的抽象思考能力啊这些开始长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戏剧进来就可以激发他们很多的东西比较适合。我就是看呢度要做青岛的国小也好，有的某强用的演出也好，比如讲那相片这个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生命当中的戏嘛那导演子琳就说，其实透过戏剧走在激发出佢哋嘅性格，他们的个性对，像我们看到这些照片他是青少年，那其实青少年碰到戏剧也会产生很大的火花，因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自己青少年的时期，那个时候每天就会想着我是谁，然后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大家会喜欢我的样子吗？很多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不对？真的没错。然后戏剧就是一个很棒的媒介，无论是大家一起演戏也好，无论是肢体的活动也好，可以让你从里面去更认识你自己以往不认识的自己，是在学校的课业压力没有办法呈现的自己，也让别人有一个机会看到原来你有这样子的一面。我知道，是成年是要停的。像我们即使今天，比如讲又到结婚嘞，甚至讲到又成年了嘞，实际上喺度很係會想，我到底是誰？兩班人嚟愛，又係愛最喜歡，又係愛起到最好嘅愛，我覺得都不斷在尋找。所以其實我覺得大人也需要，真的是這樣。所以我們有大人的課程。耶！所以你都透過呢戲劇去創造出，你走在深度之間的方式，這是一個尋找自我的方式嘛。那在學習的環境裡面，兩位老師覺得，在怎麼樣的學習環境對孩子是最好，或者所有的學習者是最好的？你們會希望，比如說到學校裡面，或是你覺得孩子
他应该要浸泡在怎样的方式？因为我想孩子其实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从家庭嘛，从家庭来嘛。那你们怎么样去创造你们带领他们的环境？复杂，因为其实每一个团体不一样，所以每次在接一个团体的时候，都需要先了解到这团体是什么样子。然后比如说我们带成人，然后我们光是选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完全放松，那就需要设计。那小孩的话，其实年龄层，然后还有他们的背景，我们要先了解，才知道说怎么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课程里面互相信任。因为能够让他们成长的不是我们2个人做什么，而是他们要能够对彼此之间有信任。这个很重要，就我们2个只是帮忙他们而已，所以他们要对彼此信任，他们要觉得这个地方很放松。成人跟小孩这点都一样，才能够进入情境。譬如讲，你都以后高，像你们是比如说你们有这个想法计划，然后你们有这个经费，你就是以后高到线上摊，到高中摊，开始落到后高去走。那前后，比如说真的孩子要呈现一个戏剧哦，需要多久的时间？其实我们呢，常态的我们都做的比较长譬如说，一个团体我们至少都会有2个学期，所以现在我们最常态合作的学校，我们其实在那边已经快要3年了，3、4年。然后很可爱哦，到说，因为我们是收3年级跟4年级混龄的，然后是用课后的课程时间，然后已经就是学校都很知道这个计划了，所以有的1年级、2年级一进来就说，我要等我上3年级的时候，我想要进这个剧团这样，然后就觉得哇，很开心，学校都可以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孩子们也可以懂，有孩子的回馈，会不会觉得做起来更有动力？当然是会，对不对？就是还可以很直接，走在感受到谁的气氛，孩子在这个也可以成长哦。像我相信大家，如果呢觉得这样很有感觉，你可以上网搜寻乌犬剧团，记得走的事情。有时候我看到那个孩子在台上的发问，在上课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我走的不笑场。”我可以表现得更好，肢体更好。这个时候，老师看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达到你自己在念心理系的一个功效？这其实真的会。我们心理系毕业之后做剧场，我们一直在找一条路，是把心理学用在，就应该是说心理学跟剧场它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一直在找，但它又不是现在大家知道的戏剧治疗。现在你们做的比较像是前端的启发，对不对？不到后端的一些治疗，可以这么说，比较像前端开始在塑造一些发掘自我。那我们不会用治疗这种框架去想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打开孩子们他们的想象，打开他们的视野。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戏剧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有具体的行动。比如说我透过演出，我就是一个行动，然后或者是我在跟我们会很强调的，不是只有戏剧，比如说他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要怎么跟别人玩在一起，然后这需要想办法去克服的。就光是要玩在一起，你就要很具体的一个班级，要有很具体的方法，如何去接纳不同的人都可以一起玩，这其实比较困难，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最重要，这个。我们就心理学到这个地方来，就是我们觉得心理学最好的样子。它会影响我们从小到大与人的互动，在每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占了位置，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大学问，你还太好问哦。你讲起来都简单，可是就像我们现在是大人了，你始终面对社会，面对你性别原因，我们常常还是会觉得说不知所措，也讲差不多自己应该去伫哪位下好。那老师可不可以教我们有一些方式？无论是你自己来讲到你性别原因，我们透过哪一些游戏的方式可以打开？刚刚少君老师讲打开，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好玩的方式、简单的方式？或是你们上课会用到的？好，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小的游戏。一个游戏是像我常常跟小朋友玩的。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我刚刚你还没进来的时候，我藏了一个小东西啊。什么东西？可是我有点忘记我放在哪里了，又可能底下片了。底下片了，可你好哦，等好哦。嘛该东西呢？
一个球 Q， 大家会觉得好像看不到，其实它真的在这里。不信你看哦，大豆嘞，嘿，平常我们跟小朋友就会玩这个，但这个有什么好玩呢？好玩的是它什么都没有，不像现在小朋友就是玩手机啊，然后玩电脑啊这些，对不对？所以大家，譬如说我们3个要玩，我们3个是不是都要非常注意在这里？对，不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小世界就不是，还有想象，而且我们必须要有互动，你必须要看我做的动作，然后你要回应我，对，那都嘞，所以我们在玩的方式就跟平常不一样啊。现在不管你喜欢我或讨厌我，你都得跟我一起玩，对，像按用音哦，这样子。Q 什么嘞？所以都好高哦，大家去看有没有人会用你的专注力，或是发掘有趣的事物，就用好高来讲好嘞，不要太严肃，好高你要最重要求吗？当然，等下还有动好高的故事，动好高的事情来同大家分享哦。休息一下，继续转到福喜来了。福喜来了，今日绕墙到五九剧场，来到节目当中，头先你看有样片啊、相片啊，看到了声音的表现，然后个几只团体记得变身一体，强下来完成一项任务哦，我觉得都感动哦，没动生气哦，今日头人老团长来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到大家分享哦。两个你来做俩剧场哦，经营起来一定有很多的辛苦吧？前面我们讲到有孩子的回馈，蛮甘甜的。那辛苦的部分呢？为什么可以让你们继续下去？其实，在台湾做剧场都蛮辛苦的，大家都很辛苦。因为台湾的整个环境跟资源的分配，所以做剧场能说很实在，经济就会是一个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当然很快乐，我们才会继续做，因为我们很爱。无论是艺术教育或者是做戏，我们因为很爱才会继续，这就是我们的养分。该係講歌唱當中遇到困難的時節，從來冇想過會放棄嗎？還是會啦。有啦，尤其是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几年前，就是有时候工作就会熬夜熬到2、3点钟。我觉得艺术创作好像常常都会在一个不是很规律的生活里面去绕，对不对？因为生活整个是不安定的，就经济状况也是。那我认识很多剧场朋友，也都在外面打工啊、端盘子啊，反正很努力的活下去。那我们的状况是我们在4年前吗？3、4年前，因为我们身体对啊，那个时候到一个真的很不好的状态，最紧绷的状态。那时候有很多的工作，然后为了要赚钱，然后要排戏，然后每天就是回到家，有时候睡不着觉，就会喝酒。然后就会让自己放松一点，比较好睡。你知道，真的就是那种5、8高粱这样，我们一天喝掉半罐，一天半罐这样子都可以，压力就会大，压力真的很大。对啊，然后可是就是身体血压高啊，就不好。那个是酒业还有经营走的不用抗松吗？酒醒了之后，你还是要面对啊。对，其实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是喝酒是为了要睡觉。对，那个时候是还年轻，那时候觉得真的睡不着，真的是要让自己昏过去，隔天早上还要起床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就是把它放血，满手是血这样。对啊，其实真的很辛苦，人的状态很不好。不过呢，好在记得后来青岛一家健康哎，要运动，然后要有一个生活下去的动力，也要有一个新的重心。所以大家看 Any Give Me 现场，竟然又表亮有剑在现场，这是怎么回事？你们2位迷上了武术啊？没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人生最状态最糟的时候，快30岁。对，快30岁，然后身体你知道，就是30岁之后身体就会再掉一阶，就很多东西都不一样。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在香港亦师亦友的好朋友，然后他也是快60岁，然后常常就看到我们啊，他就会说，哎。机灵少君啊，就不可以这样一直喝酒哦。我劝你们找一个运动来做，就
练武术打拳怎么样啊？打拳吧，去打拳好了，这样一直讲。然后我跟少君就一开始就很傲娇的说啊，那个很忙这样。然后但是他讲的话常常都会在我们心里造成一些影响。然后所以我们开始就发现，对，就去。我们真的开始习武，对，就去找武馆，然后就开始跟着教练学，对。我觉得你们的生活里面有一种很不同的路程，从心理到做剧场，因为压力太，所以找到去练武。你们现在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习武之人，而且很适合当做乌犬剧场的团服，对，不松，但是感觉整个人是很放松的。现在，所以习武好玩吧，才会继续，对不对？习武真的很好，你看他现在这样，他其实从学武术到现在瘦了13公斤，13吧，10多了，因为我最近又胖了一点。对，那现场帮我们秀一下，让我们感受到武术的魅力。能够让做剧场这么坚持，同时生活压力又蛮大的，又想要有突破人，能够放下那些焦虑，仅给又一家动不用抗送，很自由的心情，继续去做他们理想中想要做的梦想。可以吗？两位老师，两位来套个招吧。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套招，对，因为我们。我们的那个派别会有对打课，对，然后对打课的时候就会要练习如何对打。好，我们今天来看两夫妻的对打到底是多激烈。这看起来很逊哦，因为这真的只是在练对打，不会要置对方于死地。然后而且这边不好移动嘛，所以我们就真的就是拍一下这样。好，温柔一下，温柔的。好。哇。哎，不是要擒拿吗？这就有点，你没有拿到，这就有点套招了，还直接就擒拿。你来真的拿一下。哇，你还这样子？对，就是真的这么痛吗？真的痛吗？对，这个就有点痛。那没走得起来吗？走的，来。什么？哎，刚刚两位看起来是边打边笑哈，意思。真的吗？刚刚那个擒拿，试试看啊。没有这个其实擒拿就是好，没那么严重啦，就只是。就只是，对，就是，紧给我痛，对，就是它的原理是里面一直试就是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对，它是巧劲，它只是透过转你的手腕吗？它只是透过筋膜，然后对，它是在抓这条线，然后别人说这个叫做小肠经。它是让你这条线不通，然后你自己痛，你自己就会软下去。哇，人会闭。好高，真的好高。哎，看两位来了好武术哦，他们今年最新的创作，每2年一次的新作，在今年呢要跟大家见面了，就是跟这个武术有关。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吧。哇，二路埋伏，到底是嘛个故事呢？2路2位1人1路嘛，对不对？哇，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故事？这个你来介绍。好，我们2路埋伏这个剧名呢，是我们刚刚进武馆的时候，有一次就看到师兄在打一套拳，然后我们觉得哇，这套拳真是帅酷，是不是？对，一问之下，它就叫做2路埋伏。拳法叫2路埋伏，对，这一套拳就叫做2路埋伏。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少君之后回家讲说，真的很帅。然后我们就想说，2年之后我们想要做一部戏，然后就叫2路埋伏。至于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哦，对，那个时候是不知道。哎，人家相片，这个刚刚那个相片是你们曾经展演，然后在排戏的时候的相片。对，排戏的过程的相片。这个我们演员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练武术了。哇，真正要很扎实的来练，对不对？对。但是这个剧里面现在希望传达怎么样的理念呢？这出剧的背景很好玩哦，就是这是我们的编剧，大家也可以多问一下编剧。就是这出戏我们的时空背景，它基本上是设定在宋代。然后大家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水浒传》里面的林冲，还有一个京剧的段子是林冲夜奔嘛，但是呢，我们其实不讲林冲这位
大英雄，因为他已经是英雄了。就算他落难，林冲的背景是他被高俅，也就是政府里面的人陷害，所以他是一个很典型、很有名的官逼民反的代表。然后林冲夜奔那个段子，就是林冲他被官逼民反之后，他一路上梁山，跟其他的英雄好汉会面的过程，这他一路在暗夜里头的心路历程，就是叫林冲夜奔。然后我跟少君就在想说，那英雄有他的夜奔，有他的挣扎，但是没有人去讲小人物呢？如果是一群losers 呢，那他们也有他们的夜奔，都在有卖故事呢。对，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就是一群小人物，他们其实锁定他们要暗杀的对象就是林冲。哇，在林冲夜奔的这个最脆弱的过程里面，他们要暗杀林冲。但这群小人物他们很好玩，他们有5个人，然后5个人里面呢，就是有所谓的都怪怪的，都怪怪的，对，大家自己有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你觉得这5个人真的可以对朱荣成真的可以杀林冲吗？没按讲起来，原来尼鲁麦夫是演5个怪人要去追杀的心路历程，是所以按讲起来一生气，我相信编剧花了很多心思哦，因为要抢大家呢，去看几条新的戏曲哦，尼鲁麦夫展演的时间、地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啊，我们的时间是6月9号到6月18号，然后我们的地点是在古岭街小剧场1楼。好，欢迎大家可以上两厅院售票系统去卖票来看到底了应该观音会走出某个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觉得自己可能是鲁蛇的时候，如果按用的心路历程呢，当深刻、当食材，分享大家落去了剧场地图，看见到底爱做乜个戏呢？今日非常感谢两位，有机会真嘅爱好好来欣赏佢哋来做戏啊！希望谢谢子琳，谢谢赵君，也希望所有朋友嘅收看，希望大家掌来聊聊。